蝴蝶擁抱法，你可以合埋雙眼，都可以擘大雙眼，想象自己喺一個安全嘅地方。將右手放喺左邊膊頭，左手放喺右邊膊頭，以呢個姿勢有節奏咁輪流輕拍左右嘅膊頭，嘗試左右左右，慢慢輕力咁拍，唔需要用力，就好似蝴蝶拍翼咁樣，一邊拍打膊頭，一邊慢慢深呼吸，話俾自己聽，我而家好安全，冇事嘅。繼續左右左右，慢慢輕力咁拍。如果你而家覺得受到安撫而想喊，你可以放心咁喊出嚟。或者你會覺得被安慰而慢慢冷靜落嚟。蝴蝶擁抱法有助於左右腦嘅整合同轉移注意力。如果你開始覺得平靜落嚟，咁就太好啦。如果你需要更多嘅平靜，可以再收聽呢一個 podcast，或者收聽沿路上情緒急救包嘅其他方法。